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何醫師啊。我今次咧就同大家分享季節限定嘅玫瑰桑葚糕，味道酸酸甜甜，非常好味噶。每年嘅2、3月咧，原來都係桑葚子豐收嘅季節。桑葚子可以幫我哋咧滋陰養血、烏髮明目安胎。咁買新鮮嘅桑葚子翻嚟咧，去咗個定先，跟住就可以攞去清洗噶啦。大家要注意咧，小心唔好俾佢嘅汁液彈到，如果唔係咧，好難清洗。跟住我哋就可以將玫瑰花嘅花萼咧去除，俾陣間咧之後煮玫瑰花果醬嘅時候口感更加好。玫瑰花咧可以幫我哋疏肝解鬱、活血化瘀，所以咧非常適合咧壓力大啦，又或者咧淤血比較多嘅體質人士適合嘅。跟住我哋就可以咧切咗個檸檬，將檸檬分開，跟住就將果汁咧榨出嚟，之後咧就可以加入我哋嘅果醬，令到味道更加酸甜。咁我哋咧將桑葚子咧加入我哋嘅煲中，記得呢個時候咧同時要加入水，不斷咧將桑葚子壓碎同埋攪拌。咁記得壓成一個比較細嘅果粒，咁之後咧果醬嘅口感就會更加好啦。依次序我哋可以加入檸檬汁啦，令到味道更加酸甜。再加入砂糖咧，令到個果醬咧比較結身，糖嘅分量咧就比較隨意。之後咧，我哋就可以熄火，加入咧玫瑰花花瓣，記得咧不停攪動喎。咁同埋咧熄火之後先加入玫瑰花花瓣咧，就可以令到玫瑰花嘅香味更加得以保存啦。咁之後我哋就可以撥入我哋嘅玻璃罐啦，最好選用翻玻璃器皿。另外記得咧將器皿徹底咁消毒咧，都可以令到我哋果醬咧保存得更加耐。一般嚟講咧，果醬咧就可以擺喺室溫裏面咧1個月內盡快使用。咁咧適合我哋可以搽麵包啦、搽餅乾啦，甚至可以沖水飲，非常之好味。咁呢個果醬咧比較適合咧體質偏熱啦，同埋咧可以經前或者經後服用都係更加適合噶。今次咧我就介紹到呢度，做法好簡單嘅玫瑰桑葚子果醬，希望大家都中意啦。